台湾人囝愈生愈少，根据内政部上新的资料，到今年7月底，咱的总人口2333万外人，已经连续19个月倒休啊！这金门、连江、台北的人口是减上济。咱若是来看这台北的部分，因为厝贵人住袂起，加上交通利便，所以讲有真侪人是选择住伫咧附近的新北、桃园，逐工通勤。台湾正面临严重的囡仔生少的危机，人口负成长已经是常态。根据内政部7月公布的最新户口统计资料显示，到今年7月底，人口总数是2333万7936人。人口连续19个月负成长，就关系别来看，甲去年同月比较，人口减少上最是金门县、连江县、台北市。以整个的，就是你消费跟你的那个薪资占比的话，是会比较困难。台北感觉人太多了吧，而且房价又很高，物价又很高。我觉得交通方便这也是一个很主要的因素啦。通勤都是在可能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之内就可以到得了的啊。台北市厝真贵，真侪人买袂起，加上捷运系统真方便，造成真侪人选住伫个厝较俗的新北、桃园，才过去通勤到台北市工作。根据台北市民政局统计，今年1月到7月总人口数比去年同期减少将近4万人，也那出生人口数也比去年同期大减18%，全国是减少13%，这是一大严重的问题。今年出生人数确实蛮不乐观的，对，因为突然下降了蛮多的。不管是地方或全国，其实都是下降的趋势。民政局讲，台北市政府对联谊活动来敦促结婚率到生育奖励、托育服务，也加强青年社会主体，希望实际来减轻少年人居住的负担。对着租厝人，最近是推出优先厝源的做法，打造信任的优先租厝市场，并且鼓励欢迎租厝人涉职。多方面减慢台北市人口流失状况，也离岛金门也面临人口负成长问题。金门还是有少子化的这个问题哈，那接下来的话，就是因为我们的房屋税的新制哈，对自住房屋跟这个非自住房屋的这个税率的差别，所以有一些涉及在金门的民众呢，就把户籍给迁出去了。民意代表侯耀官府应该思考金门人口甲人才政策配处，提出有吸引力甲实用性的加人才劳调类做法。社会事实讲，最近才伫研究调管生育补助。记者综合报道。